別互相揮手，當時天真相信友誼不了業後更倚重，然後某臨別海關揮手，一場相識一番相送，但過後沒碰頭，從不通訊。然後湊巧與你能夠手牽手，誰又會知我沒有多久？誰亦明白火花多猛烈，始終燒不到這世界盡頭。但我未意會這麼快，便行近分手的門口。若肚在地內也不夠，承諾又哪有？